我夠膽講，無數人專程飛越南峴港，就為咗眼前呢一幕會安古鎮夜晚放河燈嘅畫面，要親身過嚟睇先知道有幾咁震撼。一座建喺秋盤河嘅世界文化遺產，曾經呢度就係東南亞最繁榮嘅國際港口，亦都係海上絲綢之路嘅重要節點。呢度冇高樓大廈，只有暖黃復古嘅法式老屋、飛檐雕梁嘅中式會館、古樸雅致嘅日式廊橋，100年嘅歷史仲係保持完好。喺山口呢一度咧就係廣肇會館啦。呢個係專門我哋廣東人喺呢邊建嘅一個會館嚟嘅喎。行入會安古鎮廣肇會館，香煙裊裊，承載住舊時華人遠渡重洋嘅歲月故事，好似《給阿嫲的情書》入面漂泊異鄉嘅華僑，離開故土，輾轉南洋，喺異地謀生打拼。而呢度最浪漫嘅時刻，就係夜晚河邊放燈嘅畫面啦。今晚咧，我哋就會喺呢邊放燈啊！嗰個場面咧，肯定係會好壯觀噶啦。咁啊，今晚再見啦。OK， 而家咧我哋就到咗傍晚時分，就開始咧就放我哋嘅花燈啦。希望睇到我哋呢個花燈嘅朋友，希望你哋咧順順利利、平平安安。日頭嘅會安係另一種風情，山角梅鋪滿黃色嘅古牆，嗰啲奧黛少女穿梭街巷，滴漏咖啡嘅醇香飄滿街頭。呢度就係南洋嘅獨有嘅慢生活啦。隨住天色慢慢變暗，屬於夜晚嘅驚喜即將到嚟。夜幕正式降臨，華燈初上，萬千彩燈逐個亮起，光影倒影喺秋盤河上。泛舟河面放一盞蓮花河燈，燈火隨波繞形，浪漫又自穩，成個古鎮即刻變成夢幻童話世界咁啊！呢種夢幻場景，你哋有冇見過呢？歡迎大家喺評論區話俾我聽。如果想要親身過嚟遊玩，記得揾我哋美美假期報名，3000蚊都唔使就可以連住4晚5星海景酒店，食靚嘢睇靚景，仲有好多驚喜等住大家。人生不過300天，開心一天係一天，及時行樂啊，老友！